63岁港星李兆基曾演出《古惑仔3之手遮天》《赌神2》《食神》等电影。日前传出他罹患肝癌的消息，后来在朋友的支持和金援下，接受手术抗癌成功。今18日更传出他和交往逾30年的女友登记结婚冲喜，好友陈胜之也证实这项喜讯。李兆基过去常演出反派角色，其中以古惑仔、吹水机最为人熟知，和大傻陈奎安、大咪和家驹及黄光亮并称港片4大恶人。近年因为2度中风，不得已暂停演艺工作，经济也因此出现状况，连房租都缴不出，最后靠着演艺圈好友金援勉强过活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去年11月，李兆基确诊罹患肝癌，原本自认年纪大看淡生死，曾一度想放弃治疗，后来在亲友劝说下，于今年1月9日接受手术切除肝脏肿瘤，如今已康复出院，回家休养。今18日有港媒指出，李兆基于本月12日和交往30年的58岁女友邱巧珍登记结婚，且登记文件上显示2人同住香港九龙城。对此，李兆基拒绝回应。不过，他的好友陈胜之代为证实喜讯，并称自己安排这桩喜事，认为女方陪伴李兆基将近30年，应该要有个名分，因此撮合2人登记结婚，并担任2人的证婚人。